卦代表一年，这是民国73年的年运，民国73年的年运，一个卦代表一年。那么这个火风鼎一个卦代表60年，那么这个60年刚好配合一甲子嘛。现在走到第3爻，那前面2个爻走完了嘛，一个爻10年，2个爻20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240，然后我们再加一个20嘛。那么现在走到第3爻，第3爻从